訂閱我哋，再撳埋個鐘仔，有新片即刻通知你。涉事單位冒出白煙，大批消防員到場。星期六晏晝3點幾，將軍澳尚德邨尚志樓一個高層單位發生火警，消防接報趕到，派出搜救隊救援，直到晏晝大概3點32分將火救熄。事件中冇人受傷，20人自行疏散。警方正喺度調查火警起因。消防經初步調查，相信單位神台位置有雜物起火。據了解，60歲姓吳男屋主事發嘅時候唔喺屋企，佢離開屋企之前曾經拜神。水馬嚴重損毀，私家車4輪朝天，車轆飛脫，零件散落一地。星期日凌晨1點幾，一架私家車沿住葵涌道快線往九龍方向行駛，途經荔景天主教中學對開嘅時候，懷疑先失控撞向附近嘅水馬，猛冚路中分隔嘅石壆，私家車之後反肚。男司機同埋男乘客都冇受傷，但係冇辦法打開車門，一度被困。途經駕駛嘅人士代為報警，消防接報到場救出2人，兩人拒絕送院。涉事嘅司機通過酒精呼氣測試，警方正喺度調查車禍原因。呢條唔係黃河，而係爆水管，水流仲要幾急下，大量泥水湧出，沿住斜路衝咗落去下游嘅巴士站，有多塊路磚都被水流衝咗出嚟。星期六晏晝3點幾，何文田忠孝街同孝民街交界有直徑150毫米嘅鹹水供水管爆裂。消息話，受影響嘅範圍大約係10米乘4米，係區內由年29起愛民邨泵房爆水管之後3個星期內第3次爆水管。受事故影響，愛民邨寶民樓、麗民樓、建民樓、嘉民樓等附近一帶沖廁水一度暫停，水務署派員到場關水掣搶修。水務署又就事件致歉，話爭取喺星期一朝頭早恢復供應沖廁水，並且將會繼續按計劃更換呢個路段嘅石棉水泥喉管，又會通過跨部門協調，盡量減少工程對周邊嘅影響。有人偷嘢啊！呢個戴 cap 帽嘅男人帶住個袋入夾公仔店，冇幫襯，仲踎低喺唱錢機下面揦錢。當時有其他客仲夾緊公仔。現場係旺角花園街2至16號好景商業中心入面嘅一間夾公仔店。星期六夜晚大約8點幾，店主發現有現金不知所蹤，懷疑俾人偷咗，於是報案。店主向我哋表示，年初嘅時候鋪頭已經俾人偷公仔，而家又俾人爆開唱錢機偷錢。佢呼籲各位行家要小心，又話警員已經上門掃指模。警方就話經初步調查，相信上址大約有28,000蚊，懷疑俾人偷走。案件列作盜竊，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2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日防夜防，家賊可能係最難防。警方喺星期六夜晚10點幾接獲一個74歲姓林嘅婆婆報案，話自己放喺啟德啟晴邨康晴樓住所入面嘅所有金飾同埋現金都不知所蹤，懷疑有人盜竊。警方接報到場，經初步點算之後，相信上址有一批總值大約6萬蚊嘅手鏈、頸鏈等嘅金飾，同埋大約5萬蚊嘅現金失蹤。據了解，同樣失蹤埋嘅仲有一個39歲嘅印傭，佢同婆婆同住。警方懷疑印傭同呢單案件有關，案件列作盜竊案，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第6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29歲青年張雲鵬同屋企人失散咗25年之後，最近終於一家團聚。2001年，只有4歲嘅張雲鵬
喺瀋陽同屋企人失散，後來被瀋陽市福利院收留，改名做沈華柏。去到2006，9歲嘅佢被一對加拿大夫婦收養，遠赴異地生活。後來因為養父母離婚，改去寄養家庭中長大。舊年年底，佢喺尋親機構同埋海外義工嘅幫助之下，成功揾翻親生父母。上個月27號由加拿大返嚟中國，展開回家之旅。因為喺外國長大，張雲鵬幾乎唔識講中文，但係喺義工嘅幫助之下，學識用中文講到呢一句。爸爸張九成聽到之後都感動到喊出嚟。張九成更加話，安頓好之後會帶個仔去買新衫，同埋食下啲家鄉美食。中東局勢緊張，杜拜機場星期六傳出爆炸聲，網上更加瘋傳一條無人機襲擊影片，有物體急速下降之後爆炸。有目擊者話聽到類似無人機引擎聲，爆炸嘅時候感覺到建築物搖晃。據英國廣播公司查核，話撞擊嘅位置睇起嚟位於鐵路線同埋租車公司大樓嘅北面，鄰近機場 A 大廳。綜合法媒央視等報道，杜拜機場上空曾經有攔截行動，候機樓入面亦都有旅客被要求緊急疏散避險。機場一度暫停運作，其後宣布恢復部分運作。不過機場亦都向旅客話，由於航班時刻表不斷變化，喺未收到航空公司確認航班資訊之前，請勿前往機場。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爆發戰火之後，伊朗被指派出無人機去到中東多國，又發射導彈襲擊當地嘅美軍基地，多國政府忙於攔截。杜拜媒體辦公室較早前話，當地攔截行動之後有碎片跌落，形容係已經受控嘅輕微事件。中東石油供應同時受到戰事影響，航空燃油供應喺過去1個星期已經飆升超過80%。據外媒報道，咁樣將會推高夏季假期之前嘅航空旅行成本，甚至引發航班取消。有分析師話，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嗰條航線承擔咗歐洲大約50%嘅航空燃油進口。若果長期關閉，將會加劇衝擊石油供應。人就覺得我好威啦！哇，架車咁大，商場有咁多人，你都敢揸咁咯？但係我自己就冇乜感覺。做咗女車長6年嘅玲姐，原本喺內地做會計，後來喺疫情下失業，於是開始接觸唔同嘅工作。又做咗樓面，又試過收銀，都有幾樣嘅。唔係咁啊，唔中意係啊，嗰啲唔係好啱我。住喺九龍嘅佢喺做車長之前，原來從來都未接觸過電車。哇！電車係咁樣嘅，覺得有啲好新奇咯，辛苦嘅。電車事實上係辛苦㗎，要曬啦，要熱啦，要凍啦，你真係辛苦，事實就係辛苦嘅電車。如果你捱唔到咧，係做唔到嘅。雖然辛苦，但陪伴屋企人嘅時間就多咗。落堂啊，或者點咧，我喺總站會講佢聽，我揸幾號電車，大概幾上下到嗰度，咁佢就會喺嗰度等我啦。等我咧就都跟我車，就覺得坐媽咪嘅車好好。54歲嘅瓊姐入職7年，喺做電車車長之前，做咗20幾年嘅全職家庭主婦。以前冇返過工嘅，湊女湊咗10幾年，送佢返學啊、跳舞啊、上班啊，咩都跟住佢。有一日咧，佢話：媽，我哋嗰啲個個都唔使送㗎，你唔好送我返學啦，唔好等我啊，叫我唔好等佢。嗰時你聽到我個女唔需要，覺得自己好似個女唔需要你啦。唔使再送個女返學，瓊姐突然冇咗生活重心，唔知點算好，淨
直到個女同佢講：媽，你出去揾份工啊，做下其他嘢啊。嗰時諗下，揾啲咩工作咧，都唔知揾咩工作。後尾你見到咧電車公司，有請人咯。細嗰時你要見到一部電影叫《上海灘》啊，嗰部電影有叮叮車。多得個女嘅鼓勵，瓊姐最後考獲電車車牌，轉眼間已經揸咗7年電車。 7年咧，都俾我要改變，對我自己好大改變嘅。以前我唔好驚同人哋傾偈啦，驚同人哋溝通唔到。而家咧要大膽好多啦。見到我先生叫我做呢份工，哇！呢個成個人嘅性格開朗好多喎。而家家庭關係全部好咗好多。